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3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由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带领的捷克访问团昨昏到台湾，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政府去迎接，有办到欢迎。不过，这一大行程有引起中国的不满，讲这摆来台湾访问是议长伫咧蹛个人的政治算盘。 外交部长吴钊燮甲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最近挂有台捷国旗的喙砚翕相，代表台湾甲捷克友好的情谊。自捷克坐专机来到台湾，访问团拢正受注意，因为照捷克的宪法，参议院议长为该这个伫咧总统之下，这是捷克自1989年转型做民主国家以来相关层级的访台代表团。 所谓团员拢挂台捷徽章，展现友好。不过详细看，其他的人喙砚顶头拢是两国的国旗，韦德奇喙砚是这个有捷克的国旗。伊讲是因为伊特别伫咧台湾关境的喙砚顶头用捷克的国旗，伊特别挂这种喙砚，表达对台湾的感谢。议长夫人甲其他团员挂的是外交部传的喙砚。 捷克团是由立法院议长游锡堃邀请访问台湾，中国驻捷克大使馆表达强烈谴责加坚决反对，讲韦德奇是因为个人的利益坚持要访问台湾，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游锡堃伫咧 FB 回应，根据的了解，甲捷克名义为敌的强权，无一个国家有好下场。 伫今仔日早起，捷克团会参加台捷经贸及投资论坛，一道到政治大学演讲，最后去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参访。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更新，今仔日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教育部有宣布讲，学校内底无一定爱挂喙砚，过一定爱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不管是啥人出入学校，拢爱磅体温。咱来去台北市的玉山国小看开学的状况。 那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入口，那经过显像仪之后，确认孩子的温度体温是正常的，然后就进入校门。就是戴口罩，然后学校都有准备酒精会消毒啊，对，就是一般跟学校配合，就是戴口罩而已，对，没有另外在做什么特别的东西。中小学伫今仔日开学，学校的防疫物资就早都已经传好势啊！台北市的教育局有分430万的喙砚到台北市236间公立的学校。另外开学了后，老师、学生也是不管什么人入去学校内底进前，拢先爱磅体温。若是体温超过37度半，就袂使入去。学校嘛要求讲，这老师甲学生爱保持社交距离，而且环境爱通风。教育部表示，8月中的时已经有交代全国的学校爱监控防疫物资，有提供1520台红外线的热相机，予有需要的学校。 再来关心天气，目前伫日本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形成，有机会会变做今年第10号的风台。过今日咱台湾的天气爱说热是第9号的风台梅沙，虽讲未对台湾来，不过下暗到明仔透早是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阵，北台湾爱说热上大风。气象局讲，中度风台梅沙刷顶落的速度加紧。 伫31日下昼到9月初日上挖台湾，不过发海警的机会无悬。礼拜一、礼拜二，北台湾地区会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水汽是增多的，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的午后雷阵雨范围会稍微比较广一点，也会比较明显。虽然梅沙未直接来台湾，不过受到伊外围环流的影响。 新竹以北的北台湾地区加东北部的宜兰山区有局部阵雨，估计9月初日风台到琉球群岛强度增强，可能到强台下限，行向日本、韩国。预期这个台风走了之后，大概下礼拜还有机会在日本南方海面还有热带扰动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在发展成为台风，大概9月会进入一个非常显著的台风的生成期。气象专家讲，伫后礼拜六、初五。 伫日本南方海面有一波新的热带扰动正伫咧传，有可能变做第10号风台，无排除伫咧9月进入风台生成期。气象局讲会搁再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虽讲风台梅沙未来台湾，不过今仔日乡亲出门一定爱扎雨伞雨伞，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会落雨。咱来看云图。
今仔日北部、东北部偏乌水气有较高，有低渐阵雨，嘛爱细雨上大雨。其他所在，金门、马祖是侪云，过到了后有西北雨。中南部今仔日早起嘛有低渐阵雨，今日的天气变化会有淡薄仔大。那温度的方面，因为各地云嘛较高，所以高温大约是32度到34度。金门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中昼左右是黄色的高温灯号，高温会升到36度。新竹风头昨昏举办国际风吹节，昨下晡现场是靠7级风，所发生有一个3岁的查某囡仔，互风吹颠掉咧，对风吹飞去伫天顶。囡仔伫天顶喊来喊去，互地面的人看甲是强要惊死。加在囡仔有平安落来，敢若面甲颔骨仔有淡薄仔刺伤。对外面看到这个查某囡仔，互风吹尾溜架着，规个扛起伫天顶，得着风吹伫咧天顶摇来喊去，互人看到就惊。现场的民众看到拢惊一个，要去解救。风吹落来时阵，大家拢挖去解接，好加在无摔个涂骹。主办单位也赶紧把这个查某囡仔送医院。没有，就这边有勒痕而已。哦，啊，他有一直哭或是很惊恐啊？哭当然一定会啊，就是全程都妈妈有陪同了。甲人讲起的就是这条长24公尺的风吹尾溜，新店南寮渔港的海边啊，因为风正透，正适合放风吹，无想讲所发生意外。那长果风筝它用领航风筝，后面加了一个很长的尾巴，那个尾巴刚好不小心去转到那个小朋友，然后就不小心把它拉上去，因为现在已经超过6级风到7级风左右的一个状况。那小朋友的伤势呢？他的伤现在的状况？小朋友没有太大的大碍，因为现在已经送去医院。跟家长以及小朋友这边，我们其实是致以相当的一个歉意，但是我相信安全是无可取代的，所以目前小朋友的部分经过国军医院这边急诊哦，那其实也有做了 X 光，所以有关于脑部还有脊椎以及4只手脚，事实上都骨头的部分都没有问题。这个查某囡仔由工作人员陪伴，甲妈妈最近坐救护车去病院做检查。目前新竹市政府也甲现场的活动全部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500万例，死亡人数要逾85万人。印度是目前全世界疫情第3严重的国家。昨昏过一日，新的确定病例有78761例，创下全世界过一日确定病例上济纪录。It is the largest one-day surge in the cases worldwide, and the reason behind this because the pandemic is spreading in the rural area. It is mainly affecting the 7 states of this countr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almost 75% of the cases. 印度疫情也伫滚价，目前印度的确定病例已经有354万例，死亡人数有63000多人。疫情会拖这么紧，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疫情无法度控制。印度对3月份开始封锁较大，经济嘛大受影响，所以印度的总理莫迪已经宣布讲，首都新德里要开放火车通行，而且后个月伫9月份嘛开始有条件来放任宗教活动甲体育活动。在镜头来去美国的奥勒冈州波特兰市，因为种族平权，民众出来抗议，结果伫当地时间拜6的时，大批 Trump 的支持者嘛上街路游行，双边的人马发生冲突，街路佫传出枪声，造成一个查甫人着枪死亡。枪支射落的所有人倒落去，其他人想要去解救，不过着枪的人也是救袂大。第29早起，美国奥勒冈州上大城波特兰的公路，规个塞车，驾驶甲国旗甲川普竞选的旗啊挂伫咧车顶。川普的支持者就至少600台车上千人参加这项示威活动，这是因连续第3礼拜6伫咧波特兰示威。不过伫过去3个月，波特兰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动的核心地点。川普的支持者甲支持平权的团体伫街头小堵发生冲突，警方逮捕几多人。希望民众莫到市区，无想到暗时传出枪声。Not really, it kind of scares me. 有民众翕到迄当阵有人伫咧冤家，声音真大声，连街仔路对面拢听会到。尾啊传出2声枪声，有一个戴帽仔的白人男性胸坎着枪。
The guy who shot ran off. 死者无定印着基友的团体爱国者祈祷团的徽章。这个团体尾啊确认死者是因团体支持者。警方曝光死者的身份，也无证实枪击事件甲抗击是毋是有关系。对这几个月遮尔无平静，全部讲甲民主党执政的地区有关系，也讲国民兵随时拢会当介入平乱。We could clean out, as an example, Portland. We could fix Portland in, I would say, 45 minutes. And the people in Portland should protest because the mayor doesn't know what he's doing. He has no clue. He doesn't even have a clue. And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years in Portland, and it's now been going on 94 days. And 除了5月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日威斯康星州布兰克和警方枪击的案件，也加重美国族群的冲突。川普讲，想要伫这礼拜去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市，也就是布兰克被枪击的事发地点。严格讲讲，和对立更加严重，市长反对，讲即嘛无适合。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对明仔载9月初1开始，交通部要甲警政署伫路口执法，针对车袂让过路人，也是过路人拢红灯无行过路线，拢要开红单，提醒汽机车行到路口无让过路人上悬会罚款3600。来看自由时报，感情虽然是个人10大死因的第1名，也毋过事故的伤害，其实这是影响社会成本、影响劳动力的第1名。伫去年2019年，70岁以下国人会受减少算长上食力的，是因为事故伤害，和会受平均是减23年外，比癌症近1倍。来看中国时报，发生伫2017年第一银行 ATM 行偷领钱的案件，当时时有抓到3个外国人，有足回来7748万。这个案件因为是国际海客伫全世界40个国家犯案。所以，咱台湾的刑事局毛甲欧洲警察做伙办案。目前，互抓到这3个犯人，当地台湾的家互关伫坐家，也毋过嘛，伫要出家，出到了后，拢会互赶出台湾。来关心中国上海，佮通报讲有一个台湾人对台湾入去上海了后确诊。咱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是一个20多岁的台湾人，人伫台湾，人拢住伫美国。8月初时转来台湾完成检疫了后，拢好势去上海了后，即摆验出来讲，其实伊体内抗体是阳性的，所以咱的疫情指挥中心即摆是认为讲，伊应该是伫美国就患着病。中国上海市监委会离到通报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其中1个是台湾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已经问过中国的相关单位，这个个案是一位20几岁、当年住伫咧美国的国人，8月初时入境台湾。95年7月13号就离开台湾，一直到109年8月4号入境那段时间他常住在美国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他在8月4号到18号是居家检疫，然后8月8号到8月15号是自我健康管理那这个期间事实上是都没有症状。疫情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是8月27到上海入境的时阵无症状，验过体温超过37.8度。上海卫生单位离澳采检验出阳性。因为这个个案过去伫美国无症状，也无去看医生，目前知影伊的 PCR、CT 值大过35，肺清抗体 IgM、IgG 拢是阳性，这代表伊感染时间至少超过3礼拜，所以伫美国感染的可能性较大。不过这也是过去无到2礼拜，上海伫入境破单时阵发现自台湾移入的第3例确诊病例。那如果真的是个确诊，可是在台湾却没有发病，我们可能也是要追溯一下他的感染的期间来推论，那看看是不是其实是在海关在接触的过程，或者在隔离的过程，像之前越南的部分来讲，虽然他最后被确诊，可是他却是3个隔离1间，那反而是会不会是在隔离的时候而被感染？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再做厘清的。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伫台湾的期间，拢有做居家检疫加自主健康管理，问题应该无大，也会继续追踪个案的接触者是毋是有出现相关症状。这部分也搁伫咧疫调。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519万例，有84万外人死亡。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17488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外例，香港有4800外例，日本是超过68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617万例，巴西超过384万例，印度超过354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45万例，英国超过33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1万例。真侪所在即马疫情拖翻头，真侪国家阁落动手在做防疫。德国、英国、法国甲瑞士是拢因为有民众反对防疫措施阁缩限上街路抗议，尤其是德国有4万人站出来。这个被逮捕的民众是伫咧抗议过程中，甲警方发生冲突，向警方弹石头甲干仔。参加示威的民众差不多38000人，因是反对政府的防疫禁令。因拒绝挂水烟、反对疫苗，而且大量人拒接。Wir halten Corona für eine ungefähr normale, schwere Grippe und nicht mehr. Und das möchten wir so besprochen wissen. Die Maßnahmen sind völlig übertrieben. Warum hatten wir die Maßnahmen nicht schon letztes Jahr, vor 3 Jahren, als 25.000 Leute starben? 集会活动予警方下令解散。警方讲，一直要求大家遵守规范，但讲大部分人拢无照规定。警方推文讲，安尼去做是无选择的。毕竟市政府本来是拒绝这场集会游行的申请，不过最后获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德国担心疫情会变严重，立委宣布无照规定挂水烟的人会罚至少50欧元，差不多代票1700。另外，伫法国巴黎最近确诊人数大幅度增加，差不多300万人批评政府强制人民伫咧公共场所挂水烟，有一寡人伫咧抗议的时阵就无挂水烟，随后警察包围，并且开135欧元，差不多代票4700的罚单。Et on confine les personnes parce que le masque est un confinement, est une interposition entre vous et moi dans l'échange, dans la communication. 伫英国伦敦有共款的抗议活动，因为另外一个诉求是反对疫苗，让这个新冠病毒疫情被扩大。伫瑞士苏黎世有1000外人抗议反对水烟，要求重返自由。世界卫生组织伫咧6月时阵改变水烟使用指示建议，讲有证据显示挂水烟会当预防传染。记者综合报道。那全世界体坛重大比赛是环法自行车比赛，29日时伫法国举行。大会嘛有提出严格的防疫措施，去看比赛的人全程拢爱挂嘴烟，而且车队有2个人互体检出阳性，全队拢爱退出比赛。这是已经接到终点尼斯海堡的海滨大道主要路段，镜头正面雄雄出现这位家己冲出车阵，徛伫的这个选手头前的车手是挪威车手克里斯多夫，伊是头一个经过终点线，伫本届开幕首站摕下单站冠军的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原定6月27到7月19举行的第107届环法自由车赛，史上头一摆延后2个月开幕。大会来推出严格防疫规范，伫现场看比赛观众必须全程挂嘴烟，并且根据政府规定，大型活动加限制集合人数不超过5000人。过去这场比赛在车道2边的观众应达到10万人。本届头一站的终点区大会敢若开放100个名额。135 mètres de l'allée, ça c'est un peu embêtant. Bon, mais on a l'occasion de voir passer 2 fois les coureurs rapidement cet après-midi. Ça va être compliqué, c'est sûr. Ça, c'est pas un problème. Je suis pas de toute façon quelqu'un qui va profiter juste du moment présent et du peu que je peux faire. 因为伫开幕进前，尼斯和法国政府列做疫情严重红区，大会随后加检疫规范修改更加严格。原本参赛队伍7天内底检查，这位车手有2人检出阳性，就必须全队退出比赛。这阵扩大检查对象，除了车手、技师、总破赛，随队的司机拢爱算在内。比利时这阵已经送4名队职员回国，因为其中1人确诊，另外1人出现疑似症状。另外，比赛全程设置的检疫站是用的线顶动的，随着比赛地点一直线顶动。国际自由车总会会长拉帕提恩特就向所有参赛队伍一直提醒，最好自身的防疫，因为无所谓的零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健康因素请辞，小人要接班，即马受外界关心。陪安倍行过第二任期的官方长官关义伟已经向东来高站表达参选意愿，嘛有得到支持。来关心巴尔干半岛的国家蒙特内哥罗举行国会大选，初步的出口民调结果是显示讲，执政党虽讲有淡薄仔赢，也毋过执政党甲反对党双方拢无摕到过半的席次。来关心承德的风吹节，一个3岁的查某囡仔，互风吹架起伫天顶，因为画面看起来真惊人。网友伫网络大这影片，嘛引起外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加拿大、日本，还有一寡国际媒体拢有刊。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政府宣布明年开始要开放有生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这是引起南力地方首长的对峙。台北市长还有几啊个南营的首长，拢讲要修改驻地条例，禁止美国猪肉入去因的管区。总统蔡英文宣布，明年1月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国民党30号召开记者会。即期2012年，总统马英九开放美国牛肉，民进党强烈反对。7月立法院3读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莱克多巴胺牛肉解除禁令，毋过附带决议，牛肉、猪肉分开，无包含猪肉，还有牛肉、猪肉北内。国民党即期蔡英文写过国会，用行政命令直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残留量是相当高，第一高的是肺脏。第二高的是肾脏，就是内脏啊、猪脚啊、猪蹄啊、横膈膜啊、大肠头啊，这些都有。为什么没有标准？国外不吃啊。另外，台北市甲地方国民党县市首长也出现反对声音。新北市婚姻官将法官在县市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驻地条例，要求生肉精零检出。我们要坚持云林的猪肉零检出，而且是品质保证。真的是总统你改变了整个方向，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你能够守得住吗？新北市长侯友宜批评蔡英文无做好健康风险评估，讲市长但其嘛是讲美国猪肉进口开设国际经贸，而台湾猪肉也应该出口真有竞争力。佢用企业加强稽查美国猪肉莱克多巴胺的温存量。根据国际的标准，那在执行上我们也会来确保好，在整个查验这个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这边，我会加强频率，至少会10倍以上。民进党立委陈文平认为，美国猪肉口感吃起来民众较袂惯势，交予市场家己选择。而民进党发言人严立峰也反击国民党指控，强调民进党立场同款。在2012年 Codex 生肉精温存量标准出来了后，清楚主张相关开放，拢要遵照国际标准、科学证据，坚守台湾人民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现时伫国内机场做采检，拢是用名仔机存入去拿后空来做采检。经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9月份明仔载开始，采检要改由旅客配探单。指挥中心是表示，两款采检的结果是其实相差无介大，若换验探单会当减少人力，而且防验的人嘛较快活。一路无人机有正宗，也是对菲律宾入境的民众拢会被带到采检站。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国内也继续实施边境采检的相关作业。一直以来，台湾长期使用拿喉试纸来做检查，民众毋但感觉拿喉无爽快，也必须医护人员常常等伫机场。即阵指挥中心宣布，会对9月7日开始改采用深喉喙瘰检查，民众只需要依照采检人员指示清拿喉了后，把喙瘰吐伫个采检盒内底，就完成采检。这1226个人的检体，那有24个阳性。那我们后来发现这个生喉唾液的敏感性有稍微高于这个咽喉试纸，一般人看了大概都会怎么做？那么只要有旁边有人看着他，把它踩下去，样本不要掉到，这样就好了。指挥中心讲，台湾在7月2号开始就对入境需要采检的旅客同时实施拿喉试纸甲深喉喙瘰的采检方式，总共有1262人接受采检。经过检验结果发现，深喉喙瘰的敏感度袂输拿喉试纸。进一步经过专家会议讨论评估了后，决定未来就采用深喉喙瘰检查。
即阵包含日本甲香港，也是采用深喉喙瘰检查。未来应减少医护人员长时间等伫机场。那他在过程中在就一打喷嚏的时候，很多如果你刚好是的话，那个瞬间就整个空气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染的疑虑。那这是我们最怕见的。它可以采到10的4次方，咽喉跟鼻咽腔的话可以采到10的5次方，差异只有差一点点。指挥中心也提醒，机场入境旅客深喉喙瘰采检阴性的旅客，伫入境检验14天期间，若是症状无改善，也是继续，依照现行作业，会被通报，抑佫再来采检，袂影响到防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若受疫情影响，今年正月到7月份，外国的观光客人数平去年同期减8成。有学者就表示，今年规年冬天外国旅客恐惊会减超过1000万人次，经济损失要约4000亿，大概影响2%的 GDP。台北市有名的商务旅馆生意真正是真歹，因为主力客源差不多拢是国际旅客，也是商务客。疫情爆发了后，生意真正是真惨淡，营收甲去年来比较，敢若剩2-3成。不过坐伫等不如转型找出路。今年6月底，饭店负责人决定转为防疫旅馆，想办法尽量甲经营落去。强调毋但今年营运无乐观，就算明年恐惊也袂有起色。旅游的客。甚至商务客基本都已经停滞了，很多现在习惯用视讯会议的，疫情后可能对饭店也会造成影响，因为他已经可以解决问题的，他为什么还要飞那么远，花那么多钱？观光局进前已经宣布，继续暂停旅行社带团出国旅游接待外国旅客，而且这摆无光顾解禁日期，形成无限期停团。外国人来台湾，无论旅游也是商务，今年恐惊无法度完全解除禁令。根据观光局统计，1月到7月旅客来台人数大约是127万3000人次，甲去年同期比较衰退超过8成。有学者有估，今年来台湾旅客进入可能在200万人次以下，甲去年来台湾的人次比较，有估减少1050万人次。若是以旅客一人平均消费大约37000块计算，今年的观光收益恐惊损失将近大约4000亿。GDP 的话，大概会少掉2%多这样。明年度的游客人数还会比今年还少啊，因为今年是因为1、2、3月哈，还有一些观光客来台湾。旅游业者表示，外国客无到入来，只好转攻国内旅游市场。不过，安心旅游补助方案行政院暂时3万救急，勉强已经到9月底，不过后续也无到17亿，以外也唔知影伫倒位。因为旅游业者烦恼，呼吁政府落实政策执行到10月，因为旅行社早就已经甲优惠予人客，白纸黑字签约，若是提无补助，对已经落去的旅行社来讲，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无法度出国佚佗，真侪人家伫国内耍，嘛有人去爬山，却发生这山难的意外不断。有一个60多岁人对登山团体去台中爬山，跋入坎坷，颔棍受伤，出动直升机去救。另外，伫苗栗泰安的中雪山嘛发生有人跋入山坎，家在拢有救起来。直升机沿山势到台中和平自由山的新达山处，救援人员甲颔棍骨受伤的登山客吊起来。能见度袂歹，不过山区的气流也是真强，要是来回飞2遍才个人救起来。这位62岁姓张的女性登山客，29家登山团体总共9个人去台中和平区的自由山，因为跋落去6公尺深的山坎，颔棍骨受伤。另外，伫苗栗泰安的中雪山，离背后一位姓吴的登山客无顺利跋山坎，救援单位29也出动直升机去救人。不小心踩到那树木。滑，因为我们这几天连日山上都是下雨，所以他可能应该是踩到滑下边坡的。救援人员讲，中雪山林道伫咧二日，团讲有一位姓赵的女山友失联，到昨晚还佫伫咧找。第二尾时阵，又佫传出有一位男性的山友跋在山坎，已经甲伊救起来。登山专家讲，这2条路线比起来，中雪山林道因为放的所在较多，步道拢无修理，较歹行。不过伫最近山林开放，真侪民众想要去爬，拢无注意登山的危险性。来回就50几公里，那并不是说平常人可以胜任的，而且你要重装，所以说山就在那边，用走用行都拢会到。黄兆平讲，真侪新手就是讲爬大粒山甲爬小粒山差不多，拢无注意装备的完整性，也欠缺相关的训练。
建议除了爱遵守专业教练的指示，也应该加强山林教育。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中华县的环保局即马是开始利用会晓翕相的无人飞行机，伫咧收集证据。伫田里也是路边看巷咧烧稻草，上当要罚10万块。官府的环保局是特别提醒讲，这烧稻草会造成空气污染，而嘛会伤害到土壤。而且呢，若是硬碰碰，害人看无发生车祸，嘛爱负刑事责任。空翕机对天顶翕落去，有几个所在拢伫咧庆烟，这是烧稻草的分野。中华第一期的稻仔收落来了后，剩来稻草无所在通好顶，农民就惯势直接烧掉，一烧就蒙灰散雾，唔但影响公共安全，也造成空气污染。对，因为这个1期做跟2期做啊，它的间隔非常短，那农民一般都会习惯用露天来燃烧它的稻草啦。中华县环保局使用空翕机结合高科技执法，加强巡逻，要抓伫咧外口烧稻草的做事人。若准讲伫咧现场烧去互抓到，就会使随开罚，上最会使罚10万。若准讲发现烧过稻草的分野，环保局也会随派人过去关心。如果空拍机跟监控设施没拍到的，有路燃痕迹的，我们会调阅相关的地籍图登门拜访。以往的经验来讲，登完拜访之后再次入栏的比例其实相当的低。环保局表示，烧稻草唔乃造成空气污染，这烧稻草的高烟也可能致使晒菜的人看不清楚路头，有可能会造成车祸。另外，烧稻草也会造成土壤微生物被破坏，甚至可能造成土壤变酸。环保局呼吁农民会使使用会当分解稻草的细菌，把稻草变做是肥料，就会使更加环保。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咱来去南投第3个丁乌社区，因为瓦山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尤其这野蝴蝶哦，真水佮真济。为着要互民众认捌蝴蝶，社区专工举办生态营，邀请专家来解说，互大家更较熟悉这个所在的水。伫野外时常会当看到美丽蝴蝶，但是却唔知影这寡蝴蝶号做啥物名。经过老师的解说，互社区长者对蝴蝶有更较深入的认识。蝴蝶是不时咧看的，唔捌伊的名。即摆上课了后吼，也有公的，也有母的，有一种讲菜叶，一种讲做较大只，迄个做凤蝶哦。南投第3个丁湖社区因为瓦山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社区为着互民众更加了解生态环境、生物的物种，特别举办蝴蝶生态营，邀请专家来上课。今日因为有学者、有老师来讲解，来解说，所以因就知影讲哦，原来咱的社区的蝴蝶的种类是这么啊多。所以每一种蝴蝶对他们来讲，因住伫遮，但是细汉可能家伫山区，也是因种植伫山区，所以还好也不会太陌生，他们也觉得蛮有感的，就好像就他生活附近的，更容易勾起他们对自然的情怀。大自然就是上好的教材，老师毋忘透过课程，互大家更加了解家己所住的这片土地，嘛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若要安怎引起囡仔对学习的兴趣，真侪老师是真伤脑筋。即马有老师就按照英语绘本内底得到想法，伫台东的中兴国小有举办一场披萨的体验活动。学生囡仔做披萨，哪做哪学，大家是食甲真欢喜。学英语嘛，感觉学英语真趣味。古锥英语绘本内底教人要安怎做披萨，毋过家己动手做，敢有遮简单？遮的学生囡仔学习糯米粉。甲爱食的配料放伫披萨顶悬，现场阁有摇汤香，大家是做咧心食，嘛食咧欢喜。很香，很好吃，上课很好玩，又有东西可以吃。发起这场活动的是原地伫国外咧教册老师戴良顺，回去故乡的中兴国小，带学生囡仔来体验做披萨。想要给小朋友一个不同的体验，一个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然后生活教育化。戴良顺讲，举办这场活动的想法是来自一本英语的绘本。
内容主要是咧写为传食材、糯米粉到烘披萨的过程，希望囡仔会当伫学校学到生活上的技巧，为课程当中感受到学习的趣味。从一个英文的手绘本开始，披萨是怎么制作的？那制作过程是什么？那里面的需要的材料有哪些？透过这场活动，互中心各系的学生囡仔有一个无共款的学习经验，最后也有家己做的披萨通享受，真正是有食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旧历的7月4啊，中原普渡一般的民众拢会穿好了拜好兄弟，啊若有有一寡砖头，亲像伫台南的仁德遮，民众嘛会伫门骹口踩普渡公灯。伫门口埕徛灯高点蜡烛，英过照到旧历7月份，台南市仁德区大甲里和二行里，家家户户拢看到即种替好兄弟笑路的普渡公灯。较早啦吼，无电火啊，你若想要敬拜中原好人客，时阵点一个暗时点个光光，煞个点一个火，挂足一个月。挂到8月初1。为着互好兄弟对阴间来到阳间，袂惊唔知路，民间就有人用这种白铁做的四角形的普渡灯，伫咧顶头写阴间普照。有的人是用塑胶的面桶甲落空，再搁牵线点电火扑啊，替好兄弟笑路。总是时代伫咧变迁，即阵伫咧仁德区大甲里，也搁有咧点普渡公灯的人，已经剩无2-3户啊。古早阮先贤祖先流传落来。我唔敢吼，甲毁掉的。阮即阵较早规个拢嘛点，差不多近50年来，一直溜，剩不2户3户尔。虽望这项传统伫咧现代社会已经真罕得看，毋过替人点一拍电火，互人好过路，毋但有布施的精神，也互人感受过去农村社会人民对鬼神敬重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咱全台湾各县市家庭收支的调查，发现台北的家庭较好行，若南部家庭是较无钱。以6都来讲，台北市这边甲上好行、甲上善食，这排几排徛中央的中位数，伫台北是124万外，也毋过台南、高雄的家庭中位数是无到90万。主计总处公布108年度全台各县市家庭收支调查，发现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一半以上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过上100万块，尤其台北市每户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上悬，大约有124万3千块。对这项调查，部分台北民众认为调查数字无的确是正确的，因为台北市的贫富差距真正是真大。其实双薪大概都要3万多，所以事实上讲换算起来。要到120也是要看状况，不是这么容易到的。应该最少也要2万多块吧。如果单一个人来讲，那家庭负担更大。认真赚的话，4-5万跑不掉了。讲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积蓄。根据调查，全台各县市每户可支配所得中位数总平均是90万5千块。6都内底，台北市124万3千块上悬，搁再来是桃园市100万3千块，新北市98万，台中市94万3千块，而台南市、高雄市却是在平均达90万5千块以下。另外，其他县市内底，以新竹市甲新竹县上好行，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过100万。而近年来所得成长上紧县市是宜兰县，108年成长到79万5千块，比台南市较悬。而8年来所得成长4成，所得员工是停止的时标的县。108年度是72万5千块，比8年前衰退1万5千块，是唯一所得倒退县市。产业，然后再加人口的迁移了，因为苗栗基本上，如果你一直发展这样的一个农业或者是观光产业，它能够吸纳的，它能够创造比较高薪的工作是有限。学者分析。政府重北轻南，造成城乡差距愈来愈大。北部较好行，南部较散车，并无意外。不过，对于物价厝价观察，北部比南部较悬，尤其是厝价负担，吃掉大部分的收入。虽然北部收入悬，工作选择性较多，也毋过毋是完全会用负担真贵的厝价甲厝租。对生活的幸福指数来看，大伫北部的民众压力反倒当是较大。记者综合报道。
通客运洪指控讲，爱员工当假的上下班时间来闪避劳动检查，互工时看起来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毋过实际上上班时间长。公路总局去稽查比对资料，发现讲真正有200多笔资料无正常。桃园客运主管8日内工作群组要求司机会记伫下晡换随身碟 USB， 因为真重要，也连续讲3摆。司机开车进前，所以爱插入 USB， 是因为交通部公路总局为了控管超时问题，要求客运司机拢爱用 USB 记录开车工时。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桃园客运被指控会要求司机出班时拢爱插2个 USB 轮流来替换，所以讲工时安怎看拢会真正常。司机扒车的时候会装一个行车记录器，那到下午的时候，他可能就换另外一档，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东西根本是看不出来，很难去抓。那试问一下嘛，站长的行车记录器是哪里来的？又不是公司提供的嘛。工会指出，桃园客运市区的公车司机一天开车时间加起来有当时会有15、16点钟，实在是真忝。离到负责管辖的新竹区监理所甲桃园监理站派员去稽查到暗时10点，官员讲现场查无这代志，不过比对以往的资料发现，确实有200多笔无正常，用 USB 做假工时资料会该开发。整个资料我们确实是有查到200多笔有这样的情形啊，在后半段的时候，那会有用第二个驾驶人的这个情况，那比较异常的是在桃园站这边。不过新竹监理所强调，查无桃园客运技术站长发2个 USB 造假，工会是质疑贪污，所以讲无排除会对公路总局提告渎职，并且呼吁交通部彻查全台湾公车甲客运业者是不是拢有相款的规避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昨昏替鸟禽团团甲圆圆做十六，虽讲做十六才当大人，啊，毋过因已经生2体啊。圆圆打出世的第2查某囝，经过票选，名嘛已经好啊，号做圆宝。迎接16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大猫熊团团圆圆举办联合生日，好食的水果、冰角鸡卵糕，和团团食个是真欢喜。那因为他们这2个圈呢，其实代表的就是团团还有圆圆。然后加在一起呢，其实是一个无限符号，所以我的这个设计主要是要祝福他们全家人可以幸福满满，然后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不过圆圆也伫做月内无适合食冰，所以邀爸爸团团陪着早起就来到现场庆祝民众，到店来公布6月28出世的猫熊宝宝的名。经过26000多名网友票选，元宝以8712票拍败第2名的柔柔胜出。它象征的就是园里面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那有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宝贝，那以及当然也希望大家这个在即使有疫情的影响之下，大家各种经济的发展都能够顺顺利利。元宝出生已经满60天，体重也来到3552公克。你是元宝大部分拢会家己困伫地球啊顶面，而且最近也学晓变身，骹手一直震动，伊棍棍实在是有够古锥的。若是发现元宝无细力变身，顶去收外口，妈妈圆圆也真细力甲伊加转来，刷来摸咧斗阵困。伫众人的祝福之下，元宝上班过啊。动物园有计上紧年底，就互元宝甲大家来见面咯。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布袋戏。布袋戏过去长兴的时，捌伫剧院也是戏院演出。台中即卖有剧团是甲传统的布袋戏搬去剧场内底表演，而且互大家看免钱的。希望要找转来过去布袋戏长兴的时，嘛要传承布袋戏的文化。太师早期为后生必来大桥向孙膑抢亲，无几个煞来互孙膑选嫁，迎回野良完达。这固定步数，机关选进的过程是紧张刺激，佮掺一寡笑亏，观众看了是笑嗨嗨。台中木偶剧团到屯区艺文中心的实验剧场搬演地家出孙膑娶亲，免费上票予观众来看戏。现在的灯光啊、环境啊，会更优秀，所以我们把传统的文化布袋戏带进去剧场之后，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你要适应剧场的一种模式，然后你要把这个传统的布袋戏，然后如何的精致化。布袋戏当请夜时，捌伫戏院演出，后来布袋戏退时，过去光景不在。
为着找找过去的公应感，剧团编排古册地家厝顺便带亲。崔家属现场演奏，重新适应舞台灯光等设备，感受当场演出的气氛，和规出戏的表演更加顺遂。走入剧院哦，它那个欣赏环境比较好啦，哎呀，大家也比较能专心欣赏这些细有细节的地方。离开室外的戏台和庙口，布袋戏来到室内的表演厅，人讲酒逢知己饮，思乡会人吟。这一边相对免费送票开始，看出伫戏院看戏的好观众，布袋戏翁仔也通伫无同的空间，搁再活起来，也伫使这款重要的传统艺术文化继续传承、继续久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阮剧团。最近是邀请香港剧团、甲台湾金枝讲台湾话过去，也有香港金枝讲广东话的未来，创作一出音乐剧，关心无同所在、无同年代母语拢互压迫的状况。用台湾话甲广东话来演出的音乐剧，要来表达母语甲文化的消息。阮剧团邀请香港剧场空间做伙来制作新戏，而这特别的所在，就是请香港的导演来负责新戏当中讲台湾故事的电视片，而台湾的导演改去到香港风土片的故事。排这个音乐剧的时候，音乐的部分很重要。我发现台语跟广东话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最难的语言，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它最难最复杂，他们的音稳音律很好，他们配音乐的时候很好听。这出戏以台湾甲香港两个知名电影院做背景，我们探讨母语甲文化的关联，同时嘛表达政治环境如何来影响着话语权的自由。阮剧团的团长就表示，香港未来会拄到的问题，就是台湾禁止讲台语的过去。是香港的朋友，因即马当咧面对的，就是讲，因要讲因原地的香港话，愈来愈困难啊，因为全部即马拢渐渐爱咧讲普通话，但是咱可能是毋是无意识到，这内底有啥物物件咱失去？你若意识到这个物件，你开始思考了，我感觉其实文化这个物件是需要大家较主动的去做一寡保留。这出戏只有4场的演出，拢伫咧新营的文化中心。阮剧团表示，可能受到疫情转好了后报复性出游的影响。目前虽然大省卖出去的票无算介济，不过也是希望民众能透过戏剧来感受语言甲文化对咱的重要性。记者林慧婷台南报道。非洲奈及利亚有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伊真喜欢跳舞，伊伫雨中脱赤脚跳芭蕾舞的影片，6月份传起伫网络甲单已经超过2000万人看过。美国有舞团看到这个囡仔的才情，即马要互伊去美国接受训练。无穿跳舞衫、跳舞鞋，伫咧雨中脱赤脚跳芭蕾查甫囡仔，一练一练伫咧洗。影片伫咧社群媒体称红，也改变伊的人生。Ballet is my life and I practice everywhere. And when I'm dancing, I feel as if I'm on top of the world. 穿着跳舞衫、跳舞鞋，伫这阵跳舞囡仔内面，11岁安东尼上受人注意，因为伊是唯一的查甫囡仔。父母希望伊做牧师，不过安东尼就是爱跳舞。6个传到网络顶的影片，到即马点阅数超过2000万，互伊称红到国际，也吸引美国舞团的注意。And now I won a grand prize to go to the US in the year 2021. And I'm very, very happy about that. I'll be in the plane and this is what I'm waiting for. And ballet has done it for me. 有真侪美国的舞蹈团体发现安东尼会当培养，拢要提供学习的机会，包括芭蕾舞国界组织提供奖学金。安东尼明年就能去美国受训。纽约嘅美國芭蕾舞團也喺今年熱天提供遠距學習舞蹈，安東尼學舞嘅學校也收到捐款。I wanted to be able to give an opportunity to every child by making my program free,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excuse that any child could give that was the reason they couldn't pursue their love for dance. 2, 3, 4, to the side. 商學院畢業嘅創辦人丹尼爾3年前喺咧首都拉各斯成立一間免學費嘅舞蹈學校。伊靠網絡家己學跳舞，閣再教予即款囡仔。伊會摕即款捐款，佇奈及利亞推廣台灣無啥人知的芭蕾舞，繼續幫助未來舞蹈家完成夢想。記者綜合報道。埃及提煉的萬年精油產量佔全世界一半，目前當時火大出的時，火龍逐工攏會當滿20棟，嘛創造5萬的工作機會。
两支手拢无停，甲火一缕一缕挽来。伫6月到11月收成期，埃及的望梨田，逐工拢会当收20吨。واحنا اول ما الطفل بيبدا يتعلم بيدمى ولازم ديت المهنه ديت بتكون عايزه ايه انتباه وعايزه كمان ايد سريعه لان هي ما فيش اللي بتتاخد اللي هي النواره اللي هي مفتحه دي。望梨火是暗时开，火龙逐工半暝就爱出门，每工一个人就爱挽5公斤。虽然真辛苦，不过真侪人是已经做一世人啊。伫尼罗河三角洲离开罗差不多100公里的西部省。因为土壤的矿物质正适合种望梨，敢若西部省就400公斤的望梨火产，埃及提炼的望梨精油占全世界1半的产量。طبعا في منافسين لمصر زي الهند زي تونس وعشان كده يمكن حسين بيه ومدام شريفه بيحاولوا بقدر الامكان ان يبقى يطلعوا احسن كواليتي لعجينه الزيوت العطريه。埃及第一间精油工厂也伫咧西部省。1960年代，头家去法国南部的香水店格拉斯受到启发，转来了就开始传递香水的知识，也引入望梨火产的商业模式。已经过了10年啊，望梨火产每年创造差不多2亿台票的营收，5万的工作机会，也互埃及伫咧香精界有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国母爱注重环保的瑞典查某囡仔童贝利，也就是进前人咧讲的桑伯格。这个囡仔影响侪囡仔。即马中国嘛有一个17岁的查某囡仔，伊名叫做欧凤仪，伊嘛徛出来呼吁大家爱重视气候暖化的问题。虽讲伫国际上伊得到支持，毋过伊伫中国却受到打压。的话，它这个浇水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滋滋滋的声音，就是像是他在跟我对话一样。中国这位17岁查某囡仔欧凤仪，去年5月伫广西桂林市政府大楼外口抗议一礼拜，伫咧得到国际认同了，开始气候新行动。伊伫家己的家乡桂林一寡所在种树花，并且研读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无合作的和平抗争运动方式。伊受到瑞典气候人士唐贝利的启发，一个人摕着家己做的海报，伫咧路的提醒大家气候危机无疫苗。我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中国缺席的话，我觉得会很让我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民族的荣誉感嘛。不过伊的荣誉感无得到家己国家的支持。警方他们有过就是打我父母电话，或者说是审讯我，像我的学校现在没有让我继续上学。伊也想要找有甲伊同款理想的人，不过找无。有一天，伊为着这款行动，甲爸母玩了8年半钟，伊发现安尼伤困难、伤痛苦，也知影爸母压力真大，所以决定要搬出去。这么家己一个人住伫咧桂林的一间旅社。提醒了他们非常多次，但是他们仍然使用塑料袋作为垃圾袋的时候，我就非常生气。去年10月有一间德国媒体甲伊专访，所以伊这么真红。不过网络顶真侪批评的声音，讲伊是想要做第2个唐贝利。受到的这些困难代价都不如气候危机以及物种灭绝，我们将要面临的这种灾难的影响要大。欧凤仪认为中国的民众若不是无知，就是看见气候危机，不过伊的心内依然保持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风台梅沙随风未来台湾，不过下暗到明仔透早是风台上wat近咱台湾的时，北台湾爱细雨上大雨。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力。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做点头，罗马字写做德音丁特鳌头。丁第7条，头第5条。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伫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伫表演。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果灯、牛犁仔灯、百家将等等。点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点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果灯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添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日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济，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什么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啊，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阵头、车鼓灯、宋江灯、大桥灯、北管，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热热的人是A 定定。今仔日咧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